跨过新的消息来看，苗栗的消息，苗栗白沙屯宫廷宫妈祖面车社群最近和不明人士侵入改这个图，管理员呢发现了呢，伊的图包括伊名称拢被改掉啊，写好甚至被停权。 完全袂当定入，虽然讲社群的这个留言无受影响，不过议员紧急发出公告，呼吁民众爱识字。另外，伊嘛发现讲，无用白沙屯妈祖名义的网络社群真济，有人搁咧卖物件，咱乡亲来看好真，唔通互人骗去。 白沙屯妈祖的卖奖团伫咧3号打出紧急的公告，管理员发现家己面册相片甲名字已经互偷改，社群管理权限嘛已经袂当使用。粉丝平台的这个账号被害，那整个管理权就是被绑架现在这个管理的这个账号已经被停权使用，完全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动作。 白沙屯妈祖网络电视台总共管理4大网络社群的平台，有50几万的买奖关注甲追踪。其中上大的白沙屯妈祖买奖团，首页大张的相片捌互偷改，虽然已经由其他的管理员改倒转来，但过陆条边管理权的问题，目前也是真无解。希望有电脑高手会当斗3天，甲权限提倒转来。 处理了1天的时间没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一个突发事件我们也没有办法向 FB 找到正常的管道申诉。管理员发现，那面册红冒用名。去年进香的期间，有不明人士伫咧社群开膜拜白沙屯妈祖网络电视台，偷用官方翕的影片，有人用妈祖的名义开面册卖奖专业，想要以假乱真来卖商品。多留意，不要被受骗。然后我们也没有在网络上贩售任何的商品。那对于这个仿冒侵权的部分，我们目前正在研拟当中。发用妈祖的精神，使用不法的手段来赚信徒的辛苦钱。管理员除了向警方来报案，嘛特别提醒，若是发现网络社群的名字甲白沙屯妈祖真相话，一定爱看好详细，较免咧互骗甲戆戆死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